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赴美船运通在欧美国家有200年历史的，不过在台湾，过慢慢开始，正经向下当进推广，在在民国92年过后，对高雄市开始，反转年在爱河办了一场全国赴美船游抢赛，200人跳的篷船同爱河江到慢慢，在台湾过受到注意。下後，新泰港、太平灣也開始實行赴美船，更加愛河城嘅中小學都有赴美船訓練課程，公用國小還有全台畢業的篷船班。佢當時主要推動赴美船教育同運動嘅係中華民國篷船協會副理事長張正豐，而係苗栗同路人篷船界講而係台灣篷船之父，已經73歲嘅，還喺第一線教學生嘅。接下來看伊嘅故事同伊嘅篷船課。好吧，來走，從這過去。落去水道都要注意事情講清楚。張正豐帶的學生嘅行到沙灘，準備要上一節海航體育課。我們船頭以今天這個環境，我們可以往左邊，也可以往右邊。不過，因為今天我們到現場看到的，在右邊的水域波浪比較多，所以我們今天回頭我做這個示範的時候，我就利用這個右舷受風的方式，我現在把船頭已經通通調到這個方向。一般來講，篷船要前進，船頭方向要落方向，淺色要有四聲圖，喺冇失風唔拉，就要冇啲好行。張正豐特別上課，會教學生嘅先看海象、擇方向。一節課名嘅按照初級篷船，咩中山大學張友嘅提示。在世界的名校，劍橋有帆船，有這個划船。那我們中山大學身為一個台灣的一流大學，一個頂尖大學，我們怎麼樣去結合我們的優勢的地理環境，讓我們的學生都能夠有一些不一樣的一個大學生活、研究生的一個生活，所以我們積極的推動了這一個帆船風浪板許多的水域活動。第一天我就把他們打倒了，他們感覺什麼真的嗎？老師，你第一天要我們下水？我說你把救生衣穿好。第二，我告訴你怎麼去玩獨木舟，因為獨木舟是非常貼切水面的一種活動。三哈，太趕是不會啊。你為了你變落去這個水底，有情況唔夾，有救生衣我就服了。所以裡面在座當中都有很多是旱鴨子呢。張正豐今年已經73歲嘅，身體還喺度硬撐紮正，還堅持到第一線推廣基礎篷船教育。一節篷船課來線嘅學生嘅當多，這樣時喺度中山大學副教授蒼蠅友3萬邀請下，而張正豐用技術教師嘅身份，通過中山大學教評會3級3審落去教課。點點黑黑的那不太講話。可是當你看到他在指導學生或者在推動這個帆船，談到一些水域活動，哇，他那一個整個生命的那一個眼睛發亮，你會看到他整個人就散發了一種那種追求一種對用生命奉獻的一種光芒。我本身出生都苗栗同路，細個呢其實帶過大蘭，個新竹嘅紅山啦。過嚟72年嘅時陣，我把都搬到宜蘭啦。50年嘅時陣，我高中畢業嘅時陣啦，就嚟做那個海軍官校就職啦。大家把船板帶出去，一定要離開我們這個激浪區，才有比較平靜的水域。高雄市主辦鳳太浪社對張學篷船運動合適，張正豐要加上帶學生嘅去愛河訓練，佢講也係同篷船吹熱愛河，咩佢貴生人稱號嘅發通。民國62年佢退伍，就教篷船都見。同這樣時，佢是喺台灣頭一個教篷船嘅人。篷船界講佢係台灣篷船之父。民國92年，佢同這樣時做高雄市教育局長嘅蒼蠅友，聽傳統篷船運動，對愛河歸路嘅中小學開始培訓。台灣的篷船教育，咩喺亞世界開始當今。說不定我講的有一點誇大，可是台灣的水域活動
因为詹教练他对帆船的一个付出，从高雄，因为92年、93年，尤其93年，我们看到将近200艘的帆船就在爱河里边全国的帆船邀请赛，然后这样的一个，他透过媒体让全台湾都看得到，原来我们台湾真的也可以玩帆船。因为市政府当时有决心了，买了50条的乐观型的帆船，从事推动爱河沿岸的学校老师，都推动小朋友来亲水一个活动，因此呢，一下子响应到全台湾的其他学校。澎船运通和后面有几啊百年的历史诶，不过台湾人较强水，也向发通和国内水行无按改。詹正峰记得当清楚，同民国62年的过年，叫去宜兰看野外，半路诶，佢改变想法。隔天下茶先去看结果，没想到一只隔天改变佢鬼神人。外国就都以那个福隆海水厂那边嘛，那附近嘛，这好死不死，我就跳车下来了，就下来先看看我大哥，跟外国来讲，你一定要做滚影，你是准备做到底呢，也有怕算推我走马嘅。这样是詹正峰当督导生涯规划的两难决定，係講繼續作品還有發展的機會。不過佢又想離開阿嚴肅的阿兵哥生活，故所兩兄弟走到福隆附近的上海河，想講就來做水上運動啦。我兩兄弟講，我講，來做帆船喎，用那個獨木舟也好啦，潛水也好，但是帆船在那時刻從來沒人想起來，正好有英國的貨輪，裡面有帆船5艘。我因此就把那个5艘船全部买下来，就送回到福隆。这些同学，你们要划独木舟就划出去，要在外面交换都可以啊。對5條澎船開始推廣，都一下台灣的澎船運通當土嘅發展。詹正峰兩兄弟也承認，唔使離開過澎船，連自沒受到影響，落身來搞同研究澎船。我这一生，我不会再走第2条的路，觉得永远，尤其为我们客家人，这个活动是由我们客家人带出来的。好，到了外面记得绝对不要让船头，你看它可以往那个方向去，也可以。好，就你的方便的方向，好，先起帆，对不对？好，把帆整个立在船板上正上方。詹正峰上次拿定扛上去，指挥學生的操作。上次點點的坐到海船，望得夢些大海，看定學生的。澎船一節課，請係大學生的一節選修課，對佢來講，係佢一生人結節唔會遲年的必修課。